我怎么了？是小人一时失常，请三公主责罚。什么人？出来！我哎，芊芊，你我途经此处，偶然不小心，无意间就看见你跟二姐在这儿切磋，然后我就悄咪咪不让你们发现的躲起来，然后看了一会儿。少君打的可真是英勇潇洒啊！二姐辛苦了。你们俩打的这一番就特别的棋逢对手，不分上下，难分伯仲，势均力敌。好，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。我哪跟他棋逢对手？我刚才明明赢了。原来少君约我在此处见面，就是为了让人看我笑话的。是的，二姐没看着二。哎，我刚才打的火不火？火。哎，那便好。听不出来我在给你台阶下啊？楚楚天之骄女被你搞得这么狼狈，回去多难受啊！既然是切磋，那如果我退让的话，那就是对二郡主的不尊重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不出来拦着你，还要往死里打了？既然是切磋，那当然是点到为止，不会出人命的。况且她是你姐姐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怪我下手。怪我？怪我给了你这个一根筋的人设。你这种人啊，基本上是告别偶像剧。不是告别什么？少神主，哎呀，等等我！哎，少君，我们还原成有句话：冰清玉洁，守身自爱，是男人最好的嫁妆。往后行事还请谨慎些，恪守夫德，少惹三公主生气吧。哎，少君素质迎客什么意思？可能是说，芊芊误会我与二郡主私会。看来我带她来剿匪，果然是明智之举啊！她竟为我心生醋意。